詩篇記7第2節及第3節咁樣講到，上帝都係我嘅避難所，救我從籠中人對我嘅，咪意思呢？意思上帝設計嘅避難所，從籠中一切嘅痛苦、一切嘅問題對設計嘅，上帝嘅一托貼，為了咩呢？為了因為咩設計跌落痛苦嘅會所，上帝嘅一托貼，因為到上帝嘅一同在。詩篇記7第11節咁樣講到，上帝都係設計嘅盾牌，佢救設計要一切心對佢嘅人。意思嚟講，設計要條心依靠上帝，要條心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係救主，佢就是個盾牌，從籠中一切嚟親設計，咪設計跌到塌下去嘅，佢就是個嘅盾牌，佢保佑設計。佢上帝設計嘅避難所，所以設計要謙卑嘅心嚟信任相信耶穌基督做嘅救主，設計得到最漂亮嘅盾牌，最漂亮嘅避難所，設計唔係對到塌下去。阿門。